大家好，我係廣東旅遊嘅思思，今日同大家介紹 BJX 150P 江西純玩3天團嘅。咁我哋呢個3天團嘅行程特色，首先喺住方面，我哋會安排第一晚入住喺景區裡面嘅5星標準酒店。咁第二晚方面呢，會安排入住喺陽明溫泉度假小鎮裡面5星標準嘅溫泉酒店。咁喺我哋嘅玩方面，會安排去到呢一個避暑同埋富有負離子含量極高嘅空氣非常之好嘅臥龍谷瀑布群、大嶼丫山景區同埋陽明湖幹立樹木園。咁啊喺玩方面，除咗有以上嘅景點之外，仲會安排有無限次浸泡溫泉嘅。有80幾個溫泉可以隨便浸，而且咧喺溫泉區裏面仲有無邊際泳池、水幕電影、水上樂園以及衝浪池等等嘅。咁行程方面，我哋係早上7點45分喺深圳灣口岸集合，8點45分喺福田口岸集合嘅。咁飲食方面會全程安排10菜1湯俾到大家，保證大家係食飽飽個肚嘅喎。咁第一日我哋喺關口出發之後，開車大概係2個半鐘頭嘅時間，會途經惠州去食一食廣東4大名雞之一嘅龍門鬍鬚雞宴嘅。食完中午飯之後，咁我哋開車大概係3個鐘頭，會去到江西，先去4A 級景區大嶼丫山打卡嘅。咁打卡嘅係佢嘅網紅景點，亦都係我哋非常之多人中意，有少少刺激嘅玻璃棧道。行完玻璃棧道，享用客家宴嘅晚餐之後呢，入住當地5星標準嘅大龍山生態酒店。咁啊呢間酒店呢，群山環繞，空氣清新，而且嘅話呢，早上同埋傍晚佢嘅溫度呢都係非常之舒服嘅，俾人哋稱為避暑勝地。第二日早上，我哋喺酒店用完早餐之後，會去到呢一個氧氣大峽谷臥龍谷瀑布群去睇睇瀑布，吸收下啲負離子嘅。保證大家呢係聞得舒適。中午飯方面呢，會專登安排陽明湖湖鮮宴俾到大家去享用嘅。之後呢，前往陽明湖景區去參觀遊覽。咁我哋係包咗坐船啦，去遊覽幹立樹木園，裡面有好多國家瀕臨滅絕嘅珍稀樹木，例如話禿杉、紅豆杉等等。增加我哋嘅呢一個樹木方面嘅閱歷啦。晚餐方面，我哋會係直接喺酒店享用自助晚餐。當晚呢，我哋會入住呢一個陽明度假溫泉小鎮裡面嘅聖泉閣溫泉酒店嘅，裡面有80幾個珍稀嘅佛泉俾到大家可以無限次浸泡。除咗浸溫泉啦，咁我哋仲可以喺溫泉區裡面打卡水幕電影、無邊際泳池，同埋可以玩水上樂園同埋衝浪池等等嘅。第3日，我哋早上食完早餐之後，會前往客家古村去了解到客家文化同埋客家人居住嘅客家遺屋嘅。中午喺嗰度享用一個客家家宴，之後開車大約係4個鐘頭，我哋會返回深圳，喺各個關口就結束行程嘅。咁如果大家對我哋呢條行程感興趣嘅，可以打我哋熱線中心電話報名，或者係叫上我哋嘅親戚朋友一齊嚟報名啦。